蔡水甲武道社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哦。今年7月开始，基金会甲台北市政府签3档的营运契约。基金会是指出讲，12月中影响台北市文化局提出114项年度的营运计划，也毋过哦，到今阁还未审查。文化局是指出讲，因为基金会资料阁有欠哦，所以已经有要求爱补件咯。蔡瑞月，把蔡瑞月的舞蹈社还给蔡瑞月。台北的市定古迹玫瑰古迹创水国舞蹈研究社，长期委托创水国基金会经营，是推动台湾舞蹈艺术人权教育的重要基地。今年7月，基金会甲市府签订3年的委托经营契约，12月中影响文化局提交114年度的营运计划书，要18年创水国做主体，恢复人物型古迹原貌和空间规划，希望让大众国际了解创水国的文书意义。但是基金会指出，市府的态度消极，针对因的计划书到大陆也未有现在回应。作为一个国家对一个艺术家重要的，要有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空间，把国际舞蹈也纳进来。那在台湾已经是开枝散叶，这么重要的一个舞蹈家，我们希望百年蔡瑞月，台北市政府应该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。创水国基金会30透过记者会说明，因未来针对古迹活化和拍摄要起新建物的相关规划，希望创水国舞蹈社未来通成做一个世界性展览表演的空间，嘛通有舞蹈实验学校的练习空间。学者认为，市府应该尊重古迹和创水国基金会的文书关联性，才通互文化自产影响。我们的文资法里面也有既有的条例，是可以支持，就是像这样子的案例，它应该公部门主管机关和这个相关的紧密相关的社群，其实是可以平等的、无偿的、对等的来讨论如何让它永续共好。针对玫瑰古迹，台北市府强调这是市有财产，嘛是市民的财产。原来审查进度的问题，文化局表示，因为计划书要要补充财务计划、人力计划、和日常维护计划等等的资料。原来讲要增加建物，嘛就要提出适合再利用的计划，这拢就要等基金会补件以后，才会当个上线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